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24，旧历的11月初10，礼拜四。立法院今仔日进行着表决大战，包括美国内底的9项行政命令，甲2项的修正草案。那立党团拢来发出着甲级动员令。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明早就讲过，讲要记名投票，然后立委走票，将要祭出着当期的处分。结果第一案学生卫生法的这个修正草案。 投票出炉了，民进党的立委刘建国弃权，林淑芬歪投，所落来都要看民进党会祭出什么款的当期处分。民进党立委黄国书伫台顶发言，台下国民党立委举牌啊，伫遐发甲大细声。单纯的讨论就真闹热，要有2条法案加上9个行政命令，会使通过。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明有下军令。 勇于发言，勇于辩护，记名表决，直球对决。好 ，OK。票会自党纪处理吗？我们自己会有自己的机制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看着就好，好不好？几乎等于是要奇迹出现，好。不过，在野党就是要展现监督政府的决心，让民众有感。 就算已经伫议场外抗议规暝国民党立委同款真有体力，是讲今仔日这场表决大战早就限制各党团推派发言人数总数，敢若13个人尔，一个人发言3分钟，无中和表决甲点名表决缩短时间。不过一寡民进党的立委讲要投赞成票时，毋是真大方。所以你会顺着党派一起投票吗？我现在正在处理，所以等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先进去开会啦，因为我已经迟到了。会投票吗？开会。会投票吗？ 包括学校卫生法、食安法2条部分修正草案，加上9项有关着美国迪拜行政命令，拢总爱表决，估计上紧伫暗时11点就结束。若是今仔日拢通过，那国民党最后的战场，就只剩明年有关来去多办迪拜公投案。